公司台记台全新的电视电影《金正恒的秘密》4月18要伫公司台记台播送。马来西亚来演员刘倩文伫戏中有讲台语，甲咱台湾的演员陈瑜做阵演出白色恐怖时期同性恋的故事，带乡亲咱看大声。金正恒的秘密，招大家来看。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，讲你同性恋的故事。4月18暗时8点，就要伫公司台记台来播送。公视台语台作为开台的第一个制作一个自制节目，我觉得，当然要有最进步的思想放进来啊。台湾有足侪马来西亚的侨生，来台湾这片土地，嘛发生足侪故事。这出戏当中，两个女主角分别是台湾演员陈瑜，甲马来西亚演员刘倩文，卖伫戏中用台语来演出。我家是广东人啦，所以来台湾之前就完全一句台语都不会讲。那为了这部戏，就开始学福建话加台语的亏靠，像是 hip 熊这个 hip 这个字，我也就是有一些发音上面，有时候会觉得很不习惯。主要参台湾有关的、参咱土地有关的故事，拢是阮未来台语台要翕的戏剧。不管倒一方面的期待，阮是希望讲台语台是多元化。台语台戏剧品牌台语有影要用台语来讲故事，让台语脱离传统的刻板印象。李东熙表示，未来会有更较侪影视作品来推测，用台语甲台湾的多元性呈现出来。记者郭碧君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